好多家長都會問我啦，喂，到底我應唔應該管小朋友㗎？如果佢頂嘴啦、亂跑啦，我應唔應該去控制佢呢？其實呢一個係每個父母都要學嘅心理界線課。我係臨床心理學家 Daisy 啊，等我咧解釋俾你哋聽。心理學有個重點，小朋友喺界線裏面去學安全，喺自由裏面學自我，所以我哋唔能夠完全咧放任，亦都唔可以完全去控制。我哋有3個原則去判別嘅。第一，安全，凡事咧有可能傷害到自己或者係其他人嘅，譬如㧬人啊、亂過馬路啦，我哋就要立刻停止，因為係好危險。第二，尊重嘅原則，當小朋友搶玩具或者駁嘴，即係唔係好尊重其他人啦，我哋唔係淨係話唔得，而係要嘗試去理解自己同其他人嘅情緒。你好想玩，但係不如我哋試下輪流玩啦。呢個係培養小朋友情緒教養嘅好重要一課。第三，自主嘅原則，如果咧純粹係風格嘅選擇，譬如想着咩顏色嘅衫，點樣畫畫，我哋就由得佢啦，咁先可以培養到小朋友嘅自我效能感。等到佢明白，咦，我係有選擇嘅喎，但係都要同時去承擔嗰個結果。家長唔需要咁介意其他人嘅目光，因為心理研究指出咧，家庭價值觀嘅一致性比起外界嘅標準咧，係更加會影響到小朋友心理嘅安全感㗎。咁所以唔需要同其他人去比較鬆定緊嘅問題。真正好嘅管教咧，就係放手但係唔放任，喺愛同規矩之間，小朋友會學做到一個自律又快樂嘅人。